后来民仔在遮正式来降级，但是民众等袂赴咯。昨昨日这个拜六礼拜，南部两大观光鱼市场、屏东东港的花桥市场、甲嘉义布袋鱼市场引入到大量的人潮，大家样样要烧客，根本都无啥物社交距离。就算市场紧急来广播，但是顾客也是当作耳空风，也是继续无用的采买。 东港花桥鱼市场内面人真正是有够侪，大家真正做一伙收钱买鱼货，拢无去考虑到社交距离。伫降级进前，民众拢走去买鱼货，家己出名的布袋鱼市场嘛是同款的画面。如果你也是要买物件，麻烦你保持社交距离。未解封后，也就是小可解封后第二个假日。 人是有够济，就算讲有放送，不过这乡亲嘛是满面东风无改善，大家拢想要出门。过几日天啊，想唔捌出来，出来洗洗咧好，啊无拢唔捌出来啊。人哈挺多的，但是大家都有戴口罩啦，哈，安全安全。虽然通喊讲大家拢有挂嘴暗，不过钱间呢，敢讲袂烦恼，明仔在正式降级进前会出现问题。 渔港还是人太多，所以很难控制在1.5。卖海产的生意常常滚，不过餐厅呢无法度拢零零清清，有真济铁门拢拖落来，有营业的嘛等无人去。客人都比较希望在里面吃啊。对这摊商来讲，已经2个月无做生意啊，当然人客愈侪，因就愈欢喜。不过社交距离若无好好遵守，万一疫情若佫失控，恐惊大家都要过艰苦日子。